清明要到咯，最近山区蒙阿埔发生着未少的火灾。消防署的统计，2月27到3月14，15天内，全台湾有7008件杂草蒙地的火警。台南市消防局特别来配备着科技轻装备，要让消防人员拍火更加有效率。 高雄美浓山顶火灾烧3天，敢若是民众备忘引起的。根据消防署统计，2月27到3月14，全台湾15天内蒙地烧起来已经发生1008件。空袭机除了迄画面，还载一粒灭火弹，为真悬的所在接落来拍火。另外，还有地面的抢救。 消防队员甲电动喷雾器派伫咧卡车坪靠好刷顶动，另外还有一台。 用火点一吹，用强风来灭火。将杂草、废弃的杂草，喷出一条防火巷出来。还有这支大机扫帚，废物利用，甲外地的消防水带改良做拍火把。台南市消防局针对山区蒙地火灾，透过这科技轻装备，让拍火速度变更加紧。 就惊大家备忘引起火灾，消防局嘛呼吁爱水唔通烧草啊，唔通等焚晒，唔通互金纸飞去，唔通放烟火。另外有2件爱记你记得收拾垃圾，2记得将余烬扑灭。台湾即马真欠水，天气若烧热，就较会发生严重火灾。新闻这边到啊，提醒大家备忘，拢爱加注意。